你知唔知道，其實太空科技一直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？觀察一下呢個房間，你可唔可以揾到任何同太空有關嘅科技？我哋先睇下呢副眼鏡。喺太空入面會有好多細小嘅塵埃同石粒漂浮，如果撞到太空人頭盔嘅面罩，就可能會刮花。於是 NASA 研發咗一種特別塗層，令面罩變得非常堅固耐磨。而家我哋都將同樣嘅技術用喺眼鏡同太陽眼鏡上面，就算跌咗落地都唔容易刮花。再睇下呢個枕頭，佢係用記憶棉製成嘅。科學家最初發明記憶棉，係為咗喺火箭升空時減少撞擊同震動帶嚟嘅衝擊，保護太空人。而家記憶棉就令我哋夜晚瞓得更加舒服。再睇下呢副耳機，佢係無線㗎。試諗下喺太空站入面漂浮，如果所有設備都有長長嘅電線，電線一定會成日纏埋一齊。科學家發展無線技術，令太空人可以自由活動。而家我哋都可以無拘無束咁聽音樂、打機，唔使擔心電線打結。仲有一樣，你有冇留意到，有啲外賣嘅包裝可以長時間保暖？因為佢哋用咗特別嘅隔熱材料。呢啲材料原本係為保護人造衛星上嘅電腦而發明嘅，佢可以抵禦太空嘅極端低溫同埋太陽帶嚟嘅極端高溫。所以望一望你身邊，其實我哋生活中好多方便嘅產品，都源自最初為太空而發明嘅科技。